这是面条。妈，你这面条送的吗？啥送的？这是一定是这碗面条。我吃鸡蛋锅的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一个都不给我吃鸡蛋呀？还不够我吃呢。他这男人吧，眼里有单没有我，正好会当初嫁给他。干什么饭呀？这个谁要吃？拿着。没吃过鸡蛋啊？你干什么干呀？吃你的面条得了呗。这炸的这个面条挺好吃的，来，给你吃啊。别吃它，看我不好意思吃。啊？呀，这大块牛肉，没有牛肉啊？冰给你准备的，你不吃，你给我的呀。哎不香。